大家好，又係我港車北上小新啊！相信好多香港朋友咧，對於國產新能源車咧都會好感興趣噶。但係對於國產品牌咧，又唔係好熟悉喎。而家有一個咧，我哋非常熟悉嘅品牌，佢亦都會出咗呢個新能源車，性價比非常高。佢就係廣汽豐田嘅博智 3X 啊！好，博智 3X 咧，相信咧都係近期嘅話題之作啦，因為咧喺國內咧賣得非常之好啊。咁佢本身咧都有分430公里啦、520公里同埋610公里嘅版本嘅。咁今日咧好開心咧，咁我借咗咧520公里咧呢個頂配版咧嚟到係同大家試駕嘅。咁其實呢部車個價錢咧係非常之吸引嘅，即係佢由10零萬去到15萬左右。咁啊，其實已經咧係可以有晒大部分咧而家國產新能源車有嘅一啲嘅智能嘅配置。近排好多香港朋友咧都會問我啦，咁啊香港有部艾安嘅霸王龍啦，咁啊知道咧佢會唔會係呢個博智 3X 嘅孖生兄弟？咁啊，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其實兩部車係完全唔一樣嘅，因為博智 3X 咧係豐田佢哋自己生產嘅，咁亦都咧植入咗好多豐田嘅元素喺裏面。咁呢部車咧係以家庭啦、實用為主啦，空間咁大啦，咁但係咧外觀咧其實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譬如呢部520公里嘅車咧都已經配備咗咧18寸嘅輪胎啊。好，大家睇到啦，其實呢架車個空間咧係非常之大嘅。我而家坐後排咧，前面咧個司機位係正常嘅司機位嚟嘅，你可以睇到嗰個空間，我呢度應該有2個幾嘅拳頭嘅位啊。咁啊，跟住咧隔離咧就可以有一個單人床嘅模式啊。咁其實呢部車可以做到咧雙人床嘅，即係前面個司機位嗰度都可以折疊落嚟嘅。咁同埋後排咧，其實咧佢嗰個靠背咧都可以咧係移後嘅，即係譬如咁樣，我可以移到咧120度嘅。咁其實成架車咧，即係如果係平時咧我哋出遊啊或者去玩咧，咁我覺得咧都可以咧做 camping 咁樣用嘅。好，雖然講緊10幾萬嘅車啊，但係依部車咧嘅配置一啲都唔低嘅喎。首先咧，全車咧大部分嘅地方都做晒軟包嘅啦，咁所以摸上手咧係好舒服嘅。咁啊，另外咧依架車咧其實咧亦都咧，如果520我而家呢個版本啊，佢已經配置咗Yamaha嘅喇叭，有11個喇叭咁多。咁聽上嚟咧啲音效咧，我覺得都幾唔錯嘅。咁啊，跟住咧，另外咧再加上咧就係其實佢有一啲嘅好實用性嘅嘢啦，即係無線充電啊，或者係一啲嘅擺一啲嘅杯架。咁我會覺得佢個空間同埋受用全部俾到你啦。咁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幾驚喜嘅就係咧，豐田咧一直俾人覺得咧係一個好穩重嘅形象嘛。咁其實依架車咧，大家睇到依個色調咧，其實都係比較年輕啲嘅，但係都可以選配嘅，即係你可以選翻正常啲比較穩重啲嘅黑色啦，或者有啲人中意可能係白色啦，或者有人中意呢啲比較跳脫啲嘅呢個橙色啦，咁啊都可以揀嘅。好，咁啊，呢部車咧，其實佢本身嗰個車機咧，咁都幾大嘅，14.9寸嘅大屏啦。咁同埋成部機咧，其實都係好 smooth 嘅，即係好反應都好快嘅，即係全部即係完全都好絲滑嘅。咁另外呢部車咧，其實本身嘅座椅咧都已經有呢個通風啦，同埋加熱嘅功能啦。咁其實都呢個價錢嚟講，我覺得佢個配置咧都算幾高啊。好，講咗咁多啦，我哋不如試下呢部車嘅行駛表現係點樣啊？好，而家我哋開始出發啦。咁啊，今次咧我哋會行少少嘅高速路，同埋亦都會落市區。我覺得主要咧2方面嘢咧都想試一試嘅。咁第一個就係呢部車嘅操控啊，同埋駕駛感係點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嘅智駕，佢個智慧駕駛能力啊。咁啊，呢部車咧個智駕咧其實都係非常之不錯嘅。咁啊，而家我哋上去，其實整體咧揸落嚟呢部車咧，其實你唔係要求佢係話要做一部跑車咁，但係其實佢家庭用咧，其實佢係俾到好足嘅一個動力嚟嘅。咁同埋呢架車咧，而家佢嗰個避震咧，其實都係偏向比較舒適性為主。咁另外一樣嘢咧，呢架車就其實佢有3個模式嘅，即係佢有一個舒適啊、運動啊，咁另外有個會回收呢個動能嘅模式。咁我覺得幾得意喎，因為呢個電車咧，應該我試過咁多部電車咧，其實佢一上車咧，佢係冇設定呢個動力回收喎。咁佢係個理念咧，就係想你好似揸慣咗油車，跟住就直接轉過嚟，咁你係唔會覺得有啲唔自然嘅感覺，因為佢完全咧就同個油車嘅操控咧其實差唔多。咁而家我開始上咗去呢個高速嗰度啦，咁試下用佢呢個智能駕駛嚟到睇下係點咯。導航智駕輔助已激活。嗱，咁只要搖兩下咧，呢度咧，咁其實佢就開始個智能駕駛啦。咁其實而家咧，其實係架車自己揸緊嘅，不過咧，始終我都會習慣自己揸翻個方向盤啦，咁樣。
嗱喺呢啲路段咧，其實應該就冇乜難度嘅。咁啊，佢其實都應該好駕輕就熟可以做得到噶啦。其實呢部車咧，佢個隔音咧，其實都做得幾好嘅。咁我知道佢車頭咧已經係做咗雙層玻璃嘅。咁其實本身咧架車都好安靜。咁啊風噪就唔係好覺有啲乜。咁但係咧就會聽到佢一啲嘅路噪啦。咁啊路噪聲係會有少少。但係整體嚟講都係一架好靜嘅車。好，終於翻到嚟啦。咁如果10幾萬嘅預算咧，咁啊有豐田嘅 DNA， 亦都咧係有國產新能源嘅一啲嘅配置智能駕駛，唔知你會唔會買單呢？咁啊，呢個就係博智 3X， 咁希望大家中意。我係港車北上小新，記得關注我同埋點讚啊！多謝大家。